家好，我是 Lisa， 欢迎回到 Lisa 的听歌学台语系列。好久没拍这个系列的影片了。那今天我们要来学的呢是茄子蛋的 Happy 问讲情歌。我们废话不多说，就开始吧。娃娃 TV。伫每一天的5点半 ，Good morning， 我甲你熬早，你困甲亲像猪，我紧紧看，逐天努力拢无嫌暗。在每一天的5点半 ，Good morning， 我跟你说早安。你睡得像只猪，我一直看。每天努力都不嫌晚。伫每一天的5点半 ，Good morning， 我甲你熬早。熬早呢是早安的意思。如果你早上要出去散步，或者是买早餐，想要跟人家打招呼的话呢，那你就要说熬早。那歌词里面的我甲你熬早呢，是以第一人称单位书写的句子。平常在外面应该没有人会对人家说我甲你熬早，就像没有人会说你好，我跟你说早安一样。我们又不是古代人，晓得给娘娘请安。你困甲亲像猪，我紧紧看。紧紧看呢是目不转睛，一直在看的意思。如果你走在路上呢，有一个人一直看你的话呢，你就可以对他说：“你莫掠我一直紧紧看啦，我会歹势。”小姐，你裤子拉链没拉啦？我只要身躯勇行，会当听你唱歌，打拼甲你惜命命。我会小心驾驶，以后的路咱拢做伙行。我只要身体健康，能够听你唱歌，努力的好好疼惜你。我会小心驾驶，以后的路我们都一起走。只要身躯勇行，身躯呢是身体，勇行呢是健康，那身躯勇行呢就是身体健康啦。一般身躯勇行或勇行呢，大多数都是用在老人身上比较多啦，有点像是硬朗、身体硬朗这样。阿嬷，你身躯真勇行呢？阿嬷，你身体很硬朗哦。那身躯怎么用呢？洗身躯，洗澡。那如果你是要指身体上的话呢，那就要说身躯顶。我身躯顶有虫。我会小心驾驶。以后的路咱拢做伙行。驾驶呢是驾驶，但一般很少人会说驾驶驾驶吧。不管是中文还是台语，应该都一样。一般人应该都会说你开车小心，你开车小心，小心开车之类的吧。那驾驶呢也是可以用啦，像是你爸爸妈妈、老公老婆、男朋友女朋友、隔壁小王要开车出门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对他说。开较慢呢，小心驾驶；开慢一点，小心驾驶。但要说标准呢，是驾驶。如果你发音不标准，可能就会变成日本外来语的嘎数瓦斯了。那你的另一半可能就会想，是怎样？是算命老师说我今天会被瓦斯种砸到，还是怎么样？为什么要我小心驾驶？无啥物困难，无啥物阻碍，提出开力咱的理想，无啥物危险，无啥物怨叹。准备好势，咱向前冲，爱平安快乐，没什么困难，没什么阻碍，拿出力气，我们的理想，没什么遗憾，没什么抱怨，准备妥当，我们向前冲，要平安快乐，没什么困难，没什么阻碍，提出开力咱的理想，开力呢是力气的意思，那怎么用呢？譬如你妈妈在念你，然后你觉得听得很烦很累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说：好啊好啊，我无迄个气来搁继续听你讲落去啊。但我不保证你这么说不会被念得更惨，甚至是被打哦。好，那无啥物怨叹的怨叹呢，是抱怨、哀怨、怨恨的意思，也有一点点后悔的意思啦。例如你朋友被诈骗集团骗，然后还一直跟你说，你知道那个诈骗集团有多可恶、多混蛋，他怎么骗我，骗了我多少钱，bra bra bra 的，那你就可以跟他说，你骗拢去互伊骗去啊，怨叹到有路用，然后安慰一下他，抱抱他就好了。哦 ，Happy 的问奖，你要去倒位 ？Happy 的问奖，你铁打的心，为着美丽的家甲婀娜的你来扛起。哦 ，Happy 的问奖，你要去哪里 ？Happy 的问奖，你铁打的心，为了美丽的家和婀娜的你来扛起。Happy 的问奖，问奖呢是司机，这其实是日本人留下来的外来语啦，但在日本他们却不叫司机问奖。因为大家都知道日本人很讲究礼节的，
而讲这个字呢，一般都是用在跟自己比较亲密的朋友或者是小朋友名字的后面，有点像是昵称的感觉。日本人一般对陌生人或者是比自己年长的人呢，都会加一个上，像是什么什么上什么什么上。那在日本呢，司机呢是叫做温天秀上，而不是叫做问讲。像这样的台式日语呢，台湾还有很多，像是阿达玛孔库利之类的，在日本根本就没有阿达玛孔库利这个词，他们有阿达玛头跟孔库利水泥，但他们不会像台湾一样把它合起来用来表示顽固不知变通的人。好啦，有点扯远了。那司机这个词呢，其实有他自己的台语念法，那就是司机。大家搭计程车的时候可以说司機先生或者是司機小姐，我要去，自己填空，像是火车站火車站，司機先生我要去火車站。唔惊日头来晒，大雨来压，吃苦做吃低。你叫我爱盯紧，不要玩手机，开车一定爱看头前，不怕太阳来晒，大雨来淋，吃苦当作吃甜。你叫我要谨慎，不要玩手机，开车一定要看前面。唔惊日头来晒，大雨来压。惊呢是怕的意思，我啥咪拢唔惊，我什么都不怕。那日头呢是太阳的意思，像是今天的日头真炎，今天的太阳真大。那台语呢有一句俗语，日头恰呀呀，虽然够性命，意思就是大难临头，大家都先顾自己的性命。那晒呢是晒的意思，像是我妈妈经常教我做的晒衫晒衣服。那压呢是淋，像是淋雨压雨，或者是浇，像是浇花压灰。好，那你叫我爱盯紧，盯紧呢是指做事认真、仔细、细心。如果你有朋友做事很粗心大意的，你就可以对他说：“你这代志爱较盯紧呢，你做事要认真仔细一点。”哦 ，Happy 的问讲，你要为对去。Happy 的问讲，你无眠无日，为着美丽的家甲婀娜的你来担起，唔惊日头来晒，大雨来压，吃苦做吃低。哦 ，Happy 的问讲，你要往哪去 ？Happy 的问讲，你没日没夜，为了美丽的家和婀娜的你来担起，不怕太阳来晒，大雨来淋，吃苦当作吃甜。你没眠没日的没眠没日是没日没夜的意思。那怎么用呢？例如你早上起来很累，在打哈欠，你妈或者是你老婆问怎么看起来这么累之类的，你就可以说你拢唔知啦，我这几天拢读册读到没眠没日，或者是这工课拢做到没眠没日，其实晚上都在打电动。这样他们可能就会心疼你，觉得你很努力很认真，然后就多给你一点零用钱啦。好，那最后一句是这句，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，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。好，那以上就是 Happy 问讲情歌这一首歌的歌词教学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词语都学会了吗？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想学的台语歌呢，也都欢迎留言告诉我哦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的话呢，不要忘记去帮我按赞加分享。还没订阅的朋友们呢，也不要忘记去帮我按下订阅，然后记得打开小铃铛哦。另外 Lisa 也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， 有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去帮我 follow 按赞一下哦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